为空中来看，这个山城有大云雾。马王分布未输是水强，沿着关渡山脉流入苗栗大湖乡的姜麻园，和海拔差不多800公尺高的关渡山顶的这个瞭望台，看起来是美丽动人。这是苗栗甲台中的交界，你们专家真爱去的所在。11月到隔年3月是云海的季节，虽然如此，但是不是想看就能够看得到，需要天时地利人和才能欣赏到这个美不胜收的景致。你们专家讲，这不是想要看就看会到的景色，因为台湾的山脉大部分是南北向，要么金华园地区都是东西向的关渡山脉，成为北部甲中部地区气候的分水岭。只要冷热交接的季节来临，伫苗栗13控线，都真够出来这款充满云雾的云海景观。雾区当它天气在变化要转好天气的时候，它就有云海了。把那个云层降低的时候，它就可以看得到我们这边的云海。金华园的云雾，伫个天气寒较热、变化较大的时就会出现，所以讲有真侪介意云雾的民众去遐欣赏，嘛互苗栗甲台中的交界点成为一个热门的风景区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